因为机场甲南山公墓的关系，长期影响南区的发展。议员就咧顶伫合并新家11档内，就南区未来建设蓝图，甲市长来探讨，包括机场的变迁，是毋是应该朝向国际化，甚至南山公墓殡葬专区，嘛应该朝向现代、立体甲公园化的目标。机场的变迁，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机场变成国际化？像我们的南山公墓殡葬专区，我也有去了解，大家都有了解。就有不同的声音，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沟通。我们要迁葬先人之前，那先人之后的规序，我们一定也要说清楚。我也知道你对南山殡葬专区应该也有你的愿景，如这张图写的3大设计理念：现代化、立体化、公园化。上面有写着古迹、古墓保留。那我想请问市长，你有什么想法呢？在南区的这个，尤其是南山公墓，他们是有一些朋友们，他们是跟在地的居民有很不一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想，对于这部分还需要靠这个沟通，一步一步的跟他们能够化解他们心中的一个成见。我相信这中间有人是有成见的，但是对于地方的发展，我们的整个大方向是不变的。那至于您刚刚讲说，那至于实际上是要从那边发展，是要发展成像那个高雄或首尔，他们都有一个不同的 model 给我们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接受地方大家一起来思考怎么样的方向会比较好。另外，在疫情方面，虽然中央对7月26日以后降为2级部分来开放，不过在疫苗数量分配不足的状况，真侪教师、补教业者也是等无疫苗。在部分开放时，中央要求教师甲业者必须要自行做快筛。不过，议员以其他县市有公费的快筛，台南市的幼教甲补教业者却要自费。对此，市府回应会来思考减轻教师的负担。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